誰是被逼當傀儡？誰是弱者想作對？誰在夜深的角落裏可忘記恐懼？誰現實中不氣餒？誰人夢想卻已粉碎？誰在預先精心佈局裏不知道謊言已被愛抹去？是非的演變過程，故事發掘下去，可有一個理由作罪？是放下是躊躇，有沒有真理絕對？可能一世奮力去追，無休止爭鬥旅程，往事逐漸逝去，可會感到流連似水？一雙眼遠離焦距，一個鏡頭在這背後總會帶疑慮，而真相要問誰？誰活在光輝過去？誰留下一些證據？誰在歷史中的記錄裏將所有黑白依是意摘取？求知的結果，判斷每樣事情，信念若被踏碎，怎去指控某人有罪？是放下是躊躇，有沒有真理萬歲？方可能真正只有無顧慮，無休止天天高唱我城，拼命地活下去，但這都市可能會亂成廢墟。一雙眼遠離焦距，只要用心感覺，沒有真相不會帶有疑慮，無天眼該看誰？